想起了汉天雷这个音乐，也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在这个节目里头想起了这个音乐呢？这首广东音乐大家应该是相当熟悉的，从令呼声您可以经常听到这个音乐。这个音乐呢是李大傻先生的开场曲，可以说也是他的招牌曲了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是要访问李大傻先生。李大傻先生讲故事已经几十年了，他讲过很多历史故事啊、武侠小说啊。可是呢，他本身的历史也是非常生动的小说了。他讲古讲了很多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想请李大傻先生到我们节目中来讲讲他自己的古了，讲讲他自己的历史小說。李大傻先生，點咧？非常多謝你抽出寶貴嘅時間到我哋嘅節目嚟。咁我哋首先想請問李大傻先生，你呢個名李大傻係點樣取嚟嘅？咁呢個名咧就大約在1938年咧。咁嗰陣時馬來亞電台呢就係由施祖賢做主任嘅。呢個先生咧，佢可以講咧叫做語言專家噃。佢本人係福建人，但係可以講上海話、福州話、瓊州話、廣府話、潮州話。咁佢就喺上海好個時期。咁佢想喺上海嘅有啲佢哋叫說書啊，北方係咪？咁佢話喺新加坡搞個好似說書咁嘅節目都好喎。咁當時佢就係唔係幾識人啦。咁揾到一個叫做李少紅啊，呢個係我哋嘅校友嚟。李少紅李少紅介紹個少，英雄個紅。同我係老鍾嚟啦。咁呢個李少紅咧，佢又係響養正就睇我做戲做好多啦。佢係我介紹呢個實得嘅。因為佢做戲呢，就當係一個平常嘅事，隨時上台都做戲嘅。咁就介紹我見施祖賢啦。咁一見嘅時候咧，佢就叫我當時講隻古仔佢聽。咁我又古仔又有啦，隨時講，不過啲係好短嘅古仔啦。講咗聽之後，佢認為都可以合格啦。咁佢問我用咩名喎？咁我話啱就李福紅啦。我唔好我。藝人個名要特別啲嘅，等人哋容易記起你啊嘛。佢咁啦，大傻好唔好？我話都冇乜所謂啦。我話師生你話乜嘢名好啦？佢因為香港嗰個音樂家何大傻相當聞名噶嘛。咁你啊李大傻，你將來講古講出名咪又出名。咁佢而家佢又唱過支叫邊個話我傻添，又漢天雷嘅曲啦。我好啊。咁所以佢就用咗呢個漢天雷咧做我個嘴曲，咁我名咧就變咗用咗就李大傻啦。尤其你姓李冇所謂啊，李大傻啊，講人好似攞人便宜咁樣，李大傻啊咁就。頭先你有提到你喺學校養正嗰時候已經周時演戲啊。係。當時演啲係咩戲啊？咁樣嘅，我哋學校咧就係每個禮拜三咧有1點鐘叫做課外作業。就由啲學生自由發展，你個演講又得，做戲又得。咁我哋當陣時呢，就一個禮拜1點鐘做啲咁嘅不知所謂戲啦，求其上台亂噏24就算係啦。咁後來呢，就有個歐健夫先生啦，佢就對於粵劇係好有研究嘅。咁佢又組織一個所謂歌劇團。由嗰陣時起呢，我哋又開手呢，就做廣府戲啦。你當初係演話劇啊，抑或係嗰啲大戲啊？咁就計正講就講都係大戲先啦。大戲。咁你有拜過師學過啦？又冇正式師傅啦。由歐健夫先生呢，佢可以講呢個萬能老官喎。唱彈打佢都得嘅。咁就由佢教我哋。咁嗰年當然係唱啲曲就冇而家咁巴閉啦。好簡單嘅中板啊、菌花咁就算數啦。當時你係演咩角色嘅？初時我就係演小武。佢哋戲班行嘅就叫做不貼式，就即係做打武嘅。咁我哋細個就當陣時學校請個精武教師叫做劉清貴，響上海派嚟嘅。咁嗰陣時期我哋已經打真軍㗎咯喎。我哋做過3本鐵公雞啦，嗰陣時打真軍。咁我仲記得陸上行，你哋嗰啲記得㗎啦。呢個名記者，佢嗰陣時都係做小武，同埋我哋一齊做嘅。喺當時啊，我聽講話
新加坡都好多街邊講古啊，你啊，喺邊個地帶？咁樣可以分開地盤嘅。廣府人嘅呢就係響所謂萬達街山頂，而家即係人民劇場嗰笪地方啦。哦，嗰度有好幾檔，佢講古就先講新聞，講完新聞先然後講古嘅。咁啊，新聞嘅時期呢就好似即係免費噶啦，你可以聽。到講古嘅時候咧，佢就可以收你啦，咁啊收好平嘅咋，收1-2針錢到嘅咋，聽一聽。咁佢又以香就為標本，講完一支香咧，佢就停一停啦。咁你再聽落咧，你就再俾佢嗰啲凳仔就你自己埋去攞嘅，攞咗出嚟坐時就聽噶啦。哦，即係你擺張凳仔啊，算你係聽噶啦。等於佢嘅，你埋去佢個面前就攞嘅，佢釘埋好多木凳仔。即係喺街邊啊。係。福建人咧就響呢個直落亞日，潮州人咧就響個叫做青橋頭，就分開地方嘅。哦，咁當時你有冇開始講古嗰時有冇受佢哋嘅影響，或者你本身有冇講過？你冇喺街邊講過啊？喺街邊就冇。在戰後咧就試過時期咧響大世界。佢就有一個台咧空咗，咁邵氏方面咧就揾我啦，同埋一個又係姓黃嘅講福建古。咁每晚咧就分開上下場講，但睇唔到我哋嘅喎，佢間房遮密嘅，即係等於叫播音式，咁播俾人聽嘅，係講一個時期。我諗當時之所以有街邊講古係因為當時已經嗰陣時係冇廣播啊、電視之類嘅嗰啲消遣啦嚇。咁當時講古嘅情形點樣啊？佢哋點樣講法啊？佢哋講嗰啲技巧點樣？我睇佢哋講得好辛苦。因為嗰時冇呢個播音嘅設備啊嘛，咁你喺大庭廣眾之中就空曠地方嚟講咧，你個聲線好大關係啦。所以佢班人講上嚟啦嚇，講下咧就係聲就霎咗啦。我仲記得一個叫做好似叫個名嘅大粒煙，咁佢就講過相當係好嘢，相當好，講得非常動聽。咁日本時期過後咧，佢又響藍天對面有一間叫做漢宮酒樓，現在可以做咗銅鐵鋪嗰間，咁我就講古。但嗰陣時聽話佢已經盲咗啦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夜晚在啲咁嘅燈火之下睇書，佢睇到好熟先講噶。咁嗰陣時佢嗰啲叫做鴨仔燈啊。咁鴨仔燈嘅燈光就好暗嘅，咁即係咁嘅關係咧，就睇到盲雙眼。講冇耐之後咧，佢就已經係去世啦。咁李大頭先生，你講古講到目前嚟講係講咗幾多年啊？1938年講起，講到去日本入嚟呢，就停咗3年8個月。後來新加坡光復又再想講啦，講到現在可以講得40年，差唔多50年啦。講得好耐啦。係，相當耐啦。咁啱開始個1938年嗰陣時，1938年嗰陣時講古，當時係啲待遇點樣嘅？嗰陣時以嗰陣時嚟計相當好噃。嗰陣時俾15蚊一次，15蚊。嗰陣時嘅好犀利。犀利咯。嗰陣時做大財富啲嗰陣45蚊啫喎。我就一次就15蚊啦。嗰陣真係又再一個頭60蚊。哇！真係認真係好世界。咁講嗰個時叫談天說地啦。每個禮拜有一次嘅啫，係8點45分朝頭早講。咁嗰陣師生對我非常好，佢話橫掂我都要去噶啦，佢就使車嚟接我上去嘅。嗰個電台咧就講出嚟，而家冇人知道咩事嚟噶啦。係咩事啊？響呢個攞居民證嗰樹隔籬，就叫佢試過做一個少年法庭啊。做咗少年法庭，但呢個少年法庭而家有冇我就唔知啦。咁嗰個電台就響嗰樹，嗰時咧只係一個小小嘅單人播音室，響個可以叫做巨型嘅啦，至多5-6個人嘅樂隊響嗰處反得到嘅啫。咁每個禮拜你響嗰處講，但係由通通都播出。咁後來啲講古嘅啲代價有提高冇啊？你頭先你咁講係幾乎係冇提高噶咯。戰前一路到戰後翻嚟都係15蚊，嗰時相比又差好遠咯。到真係可以講得最近稍微叫做提高啲。麗的呼聲咧，佢又即係照電台咁俾啦。佢咁多俾咁多。好似1957年好似，然後我開手提出
咁啊加咗15%先俾我。哦，咁啊佢加之後咧，隻電台又跟住加啦。咁啊現在差不多係20蚊一次啦。哦，即係哇！但係咁計起嚟都係唔係加好多咯。唔好多，唔好多啊，唔好多。 40年前15蚊，啊，40年後係20蚊。係啊，而且我哋冇積金添喎。啊，最唔抵下啦。咁你曾經有個時期可以講係同時喺幾個電台講股啊？最高紀錄一個禮拜講幾多個節目啊？最高紀錄都係麗的呼聲啦。相當嗰陣時咧，嗰陣時開頭，我一個禮拜可以講得叫有10段節目啊。10段啊？6段就係民間故事，3段係武俠故事，另外一段咧就係同幾個人講嘅，好似蔡明湘啊、李瑞霞咁啊，講嗰個叫無所不談。嗰個一個禮拜一次嘅啫。你當初開始講股嗰陣時係講邊一類嘅故事啊？就係談天說地。哦，最初係談天說地。係談天說地嗰個佢個材料就咁嘅，即係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無所不談啦，所以叫談天說地。咁我講咧都多數講係啲鄉下嘅啲風俗啦，同埋過年過節嗰啲節目嗰啲故事啦，多數講嗰啲。40年前已經講談天說地。係啦。咁呢幾個人講咪要？大家要準備要寫稿添。冇錯，呢個無所不談啊，笑料一束啊，笑嗰集感啊，嗰啲冚唪唥都係寫稿。咁啊寫咧就由我同埋蔡明湘兩個人負責寫。嗰個女嘅咧就最好啦，佢唔使寫稿，而且我哋寫冚唪唥寫口語化嘅，即時寫晒廣府話嘅，咁所以佢揸住嚟讀咧，佢就讀得順利噶啦。咁你哋都合作咗好多年啊？有成20幾30年啫。咁你除咗呢啲幾個人講之外，多數你都係自己一個人講啊？係有武俠小說啦、歷史小說、民間故事啊。咁你又同時錄幾個節目，有幾個電台播，咁你點樣去準備啊？咁多個故事。咁嗰個時期呢，就係一得閒呢，就係睇古仔書噶啦。簡直係冇乜事啊！我就冇乜嗜好啦，就只係睇下電影嘅啫。除咗睇電影之外呢，就係睇啲古仔書啦。咁初時咧現場講又好麻煩啦，試過現場咧就靠咗一個笑話嚟。嗰個時期咧，啱啱戰後翻嚟，就講個神腿莫青嬌啊，響呢個電台講。咁嗰陣時咧仲係好似施祖賢翻嚟咗啦。咁呢陣時呢個電台咧就係李曉音啦。李曉音，李曉音以前就響電台講古噶喎。佢又講古嘅。佢講呢個兒童節目，呢個電台咪一個叫做麗燕係咪？麗燕啊。咁，係。啲人叫燕姨，就係同李曉音咧響電台講呢個兒童節目嘅。咁後來呢個李呼聲咧就係李曉音做主任。係。咁就好似同施祖賢咧響敵對啦。咁我響嗰邊講古。初時佢又有轉播係電台啦，後來佢唔中意轉播電台，咁就要我話你有乜法子翻我呢邊講咧？咁我話唔得啦，我電台講開，佢要同一個時間噃，同電台撞喎，咁我啊同施主任商量啦，我話佢嗰邊咧就係比我講得多個時間多喎，你呢邊時間短，咁我話我不如翻嗰邊講啦。施主任又好似唔滿意啦，佢話如果你咁講法，你唔好呢邊講啦咁所以神腿莫青嬌咧就講一半就停咗啦。咁我就唯有放棄嗰邊啦，俾得少啊嘛，我過呢邊講。咁後來聽眾太多啦，嗰邊為止啦，要改時間就我啦。頭先你有提到話同一個時間播撞啊，係相撞啦，5點半，之前同樣係你嘅聲啊，而家個現場喎，冇錄音樂嗰時。咁啊，咁你目前仲有為幾個電台播講呢啲故事？現在我仲有就有麗的呼聲啦，同埋呢個澳洲電台啦，即係剩2個。係咁因為電台咧已經係有咗消息啦。講到5月咧就停止啦，咁所以就剩翻就麗的呼聲同埋澳洲電台。吉隆坡電台咧？吉隆坡電台1973年就冇咗咯。
哦，好似為乜嘢？因為佢嘅政府電台有佢個宗旨講，佢話我唔係公民。嗯。我認為都啱嘅，我已經又撈過界啦，撈到過對面係咪？我話既然喺裏邊有人講，你等佢講啦，我咪退出咯。咁就1973年咧，我就冇講啦。但係呢個吉隆坡麗的呼聲仲有個節目喎，由呢隻寄去嘅。佢哋商辦嘅咧，佢就冇限制。係。咁啊，你講啲小說啊，你選一啲材料方面啊，係你自己去揾啊，咁你係點樣去選擇嘅咧？關於材料嘅選擇係咁樣啦，佢個宗旨就不能夠有政治，不能夠有黃色，你合乎呢兩個條件咧，你講咩嘢咧？啲主任都好似好通用，絕對冇理嚟，咁啊唯有自己就選擇咯。咁你對於啲神怪嘅迷信嗰啲故事，你係點咩睇法？咁啊神怪故事咧都係冇嗰啲圖嘅，好似即係《西遊記》啦。白蛇傳啦，都算得叫可以講神怪。不過呢啲故事已經係好通行好耐噶啦。你哋聽嘅時候咧，你唔好當係一種咩啦，當係一種係故事聽，我諗到冇乜影響嘅。咁你講最多嘅應該係武俠小說啦。咁你就睇過好多武俠小說啦。幾乎嗰啲名作家，譬如金庸啊、古龍嘅小說，你有冇睇過？古龍冇講過添，冇講過，冇講過添。咁金庸啊、梁羽生啊啲小說，可以講，我諗你都係幾乎睇晒啦，係嘛？咁又唔係嘅，如果睇你邊睇咁多啊？講嗰套就睇嗰套。我就係對於金庸嘅故事咧，我就講嗰套叫做《神雕俠侶》啊，最好啦，我覺得最好啦。後來講呢套好似碧血劍啦，覺得唔係幾好。我中意講又講呢個梁羽生同埋呢個邊個啊？朱葛青雲。我中意講佢兩個人多。係頭先你有提到《神雕俠侶》嗰部小說，你係好似係50年代尾嗰時已經講啦。係。我記得最有印象，當時我啱嗰時睇嗰阿謝賢做嗰出《神雕俠侶》，睇完翻屋企就追住你嗰個。楊過啊，楊過出嚟啊！冇錯。咁你對呢啲小說家佢哋嘅小說，你有咩印象啊？你有咩意見啊？我以前咧講嘅故事，我中意講提豐嘅故事喎。一個叫提豐。提豐啊。同埋無聊生兩個人啲故事相當好，但最後好似金庸啊、梁羽生啲戲之後咧，佢呢班人反而唔寫嘢添，冇得講。咁喺呢啲小說入邊，你最欣賞啊係咪《神雕俠侶》啊？神雕俠侶啊！同埋以前嘅啲所謂呢個武林13劍嗰啲呢個提豐啊，以前啲人寫嘅，我中意啲。係啦，頭先你有提到好多個電台同時播你嘅節目啊，咁你提到係有澳洲啊、本地啊同馬來西亞，咁喺香港方面呢？香港呢就係咁嘅，因為香港麗的呼聲同本地麗的呼聲有聯絡嘅，差唔多可以講就同一個時頭。咁嗰陣時咧，一個叫做 Mr. Oris 啊，嗰個係所謂東南一帶嘅總經理，佢就好欣賞我嘅故事。咁佢嗰時啱啱就到香港打嚟啦，咁佢就將我故事咧就寄翻去香港。但係香港咧就唔知佢哋係咪一種閉關自守咁啦，唔想我攻入去啦，就硬係唔將我故事播出啦。咁個 Mr. Olis 佢覺得奇怪喎，點解李大嫂嘅故事你唔播出去俾人聽咧？咁佢嘅高級嘅職員咧就講啦，佢話佢個故事咧唔適合香港人嘅口味，所以唔會播出。咁 Olis 問佢你幾個人嘅意見，因為係聽眾嘅意見咧，係我哋幾個人咧已經聽過，覺得唔合。咁佢唔咁就啱啦。佢呢個係叫做馬來亞講古王喎，係啊，咁佢個技術冇理由唔得噶。佢你即管試一套播出去俾人聽下，睇啲聽眾嘅反應如何啦。咁或者啦，上台壓落嚟咁播出去咧啲人覺得所謂一新耳目喎，唔同講法，明嘅唔同，佢哋嗰邊講古咧就好慢啊，啲時拖佢啦。我哋啲處講古咧又好快脆，好快脆就到，好快脆就到咁。佢都覺得係好，咁播出之後咧，聽眾啲信好厲害啦。咁
咁佢話嗱，可以證明咧，你幾個人唔能夠揸住，係要俾聽眾嘅。咁我啲故事就嗰陣時咧就倒流翻過香港啦。咁你仲記唔記得你喺香港播出嘅個第一部小說係？好似係《鬼才倫文罪》啊！哦，就好出名嘅鬼才嚟啦！倫文罪呢個古惑仔，即係你咁啊，打入香港市場係喺邊一年啊？19唔知60年到啦，已經。哦，咁都要成20年前啦嚇。咁而家喺新加坡係推廣華語啊，所以方言節目咁減少咗啦。咁你而家一個禮拜仲錄幾多段？聽呢個麗的呼聲咧，講出嚟好悲咯，9段減6段，6段再改為3段。咁將來唔知呢3段有冇存在，我都唔敢講啦。現在一個禮拜只有3段啫。咁你而家應該好多空閒嘅時間啦，你有咩消遣？我現在咧就好中意研究啲字音喎，即係講好字嘅音啊，同埋一個字嘅啲構造。我個人好奇怪嘅，對於簡體字我好唔贊成。點解咧？因為我認為一個簡體字啊，在我哋等於叫做讀到大學生就學簡體字啱啦。繁體字係一個字嘅基本嚟啊嘛，嗰個等於係我哋中國字嘅根嚟。簡體咧就係嗰啲枝葉。如果你咁而家一讀就讀簡體咧，將來我哋中國嘅文化咧好慘啦，冚唪唥滅晒。最簡單我舉個武字，現在簡體用個五字嚟到做個武字，華語就啱啦，胡啦但係如果廣府人讀係五，如果福建人講咁就已經就根本都唔拉更噶。咁嘅簡體法咧就等於將來滅咗中國自己嘅文字啫嘛。係個舞台嘅舞，如果咁嘅簡法咧就太過分啦。太過分。不過我諗呢啲係應該係民間自己創出嚟嘅簡體字係嘛？我諗真正嘅簡體字好似冇呢個字嘅喎。應該係冇嘅，唔知點樣俾人創出嚟。啲文化革命就搞到亂咗路。咁你話研究呢啲字音啊？點解你對呢啲有咁樣興趣啊？我哋同一個朋友。我哋認為有音就必定有字嘅喎，咁所以我哋即管就去揾下，果然俾我揾出好多廣府音係有字寫嘅，但係啲人咧就懶得去揾佢，就係借音，硬係借音借到就亂咗龍，咁所以我哋就係大家自己研究，去揾字典，咁啊揾出好多字都係有字寫嘅，唔係話有音冇字。要揾資料啊！揾資料啦我哋已經大家揾到呢個寫去，揾到個寫去，大家第日咧編成一本，大家嚟研究下嘅。有冇打算出本書啊？從呢個時期我諗出都冇用咯，啲推廣華語咯，你仲出呢啲我諗當然亦都唔會批准佢出啦。係喺本地或者唔適宜啊，但係你可能你可以倒流翻香港咧。咁就咁啦先唔好啦，香港嗰邊咁多啲所謂語言家同埋啲大學生嘅嘢。咁未必嘅，好似香港咁多人講古都唔及得上李大傻先生係嘛？咁你有冇出過國啊？有冇去過邊度？香港有冇去過？我就講嘢好慚愧，我最遠就去到文萊，呢邊咧就轉去到新蒲變英，咁就冇出到其他地方去啦。因為第一現在年紀老啦，腳就行動好唔方便啦。咁二來家庭方面咧又不能夠係整低個家庭去。所以就冇機會啦。好。咁我哋好希望我哋可以繼續聽到李大傻先生所講嘅故啊。雖然講一個禮拜剩翻3段啦，我希望呢3段可以保留耐一啲。我都希望我諗全新加坡人都好中意聽下李大傻先生講嘅故嘅。你個聲已經聽咗成40年啦。係。如果有一日完全聽唔到嗰陣時，我諗大家都好失望。好傷心添。好李大傻先生非常多謝你接受我哋嘅訪問啊。祝你身體健康快樂。我亦好多謝徐惠文生俾個時間我對各位觀眾咧講多少嘢。多謝你。好，再見。各位剛才聽到的是在1982年我跟李大傻先生所做的訪談錄音。在83年我們停止了播出方言的小說之後，李大傻先生仍然是到本台來錄音，但是寄到馬來西亞的麗的呼聲播出的。那麼他在本台錄的最後一段節目呢，
在我手头有一个袋子是去年12月就是在3个多月以前呢，他为马来西亚的立地呼声所录制的武侠小说。那么下来呢，请各位收听他所录制的最后一段武侠小说的一个片段。少林大福星第31段。上一次講到關長風，突然間就覺得一陣風唰聲就打過嚟，淳于策馬上就喝住：關少保主，小心啲啊！呢陣風力呢係人為嘅掌力，唔係長福谷裏邊嘅子午兩時，然後偶然所發出嘅天然陰風，呢種掌風力。關長風一聽到之後，馬上呢就係注意啦。不過咁關長風一嚟呢，秉性平和；二嚟呢，佢就唔知道來人嘅身份，故所以佢就迎弓套徑之舉。佢不過想防身，唔係志在呢係打擊敵人，所以佢就完全就冇發動咩反擊回震嘅手段。雖然咁樣，但咁就已經係試出呢個山谷裏邊嘅陰風嘅來勢。雖然唔係好急，但個暗勁呢相當犀利㗎。忽然間，淳于策就發現關長風好似眯眯嘴笑咁樣。佢話：關老弟，你少年英俊，好聰明。我睇呢個神情呢，似乎已經得到離珠，胸有成竹噃。關長風對於淳于策係好尊敬嘅。在佢面前始終就唔敢就點樣誇張，神色好謙就係答：淳于先生，你咪個對我讚得咁厲害呢嘅。我長風雖然真係弱略有多少主見啊，但未能實現，就唔知道係用唔用得到。淳于策就：關老弟，你唔使謙先，有咩睇法你即管就直講出嚟，我哋大家研究研究啊。咁關長風係睇到乜嘢呢？請各位下次收聽。